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8章第15节，以及32章22到31节。和本旧约圣经记载在第33页，创世纪第28章15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再来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在第41页，创世纪第32章22到31节。他夜间起来，带着2个妻子、2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雅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毗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毗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以上。这时，请本堂刘应验传道来讲道，题目是“应许中的应许，在它里面；应许中的应许，在它里面。”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应允我们跟你面对面的时候，主，我们仍然能活着，这是主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再到你的面前来全心敬拜你，恳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主你自己启示我们，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多认识上帝，我们因此也更多认识自己。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神是赐给我们应许的神，在神的应许当中，在今年度传道不断的在寻求，在圣经当中神给我们的应许。再一次的说，从今天刚才我们民数记也读到很多上帝的话一定会应验。透过我这个应验传道来讲，我想这是神的心意。今天我们要来看就是我们呢在生活中，特别今天我们在东海有许多的大学生，有一个在2011年夏天有一个大3的学生，他叫做安妹他一个人计划要到阿拉斯加的地方要去打工。那阿拉斯加听说呢，他去 interview 的时候，跟美国的这个劳工局的这个官员在台湾 interview 的时候，那个官员只问他说：“请问你想要到美国哪一个地方打工？”这个安内说：“我只要有钱，赚最多钱的地方我就去。”这个官员就跟他讲，只有一个地方，就是阿拉斯加在靠近北极的地方，那里不知道是什么岛民，也平常没有人，只有雨季的时候才有。于是这个安内有了目的，他有了一个计划，他有了一个盼望，一个这个预期，他要赚很多的钱。于是他就出发，一个人搭了飞机到了西雅图。到了西雅图是还要再等飞机才能够到阿拉斯加，因为到阿拉斯加的飞机不是常常有另外一个到那个群岛里面是要等几个人才一起坐个飞机。于是他在那边等了第4天才等到飞机。等到飞机到那边的时候，第1天上工，靠近北极的地方，
平常就有一点点气喘的他，到那边空气非常稀薄，早上6点就要起来，第一天上工，然后开始工作。到阿拉斯加工作是非常辛苦，你要拖着1-2千公斤的这个可能鲑鱼、尾鱼，然后你就要戴面具，戴双层的手套，因为他们是用电动的。他开始有点气喘，呼吸困难。再来是很重的，再来要用很大的力气，从早上7点一直做到中午快受不了，但是还是要做，第一天上班嘛，到了下午5点该下班了吧？我们这边有劳工基本法，这个至少8个小时，对吧？没有，因为在那边工作就是要把今天的渔获量一定要处理完，今天没有处理完，那些鱼会臭掉，所以他继续做到把这些鱼都做完，做到晚上10点。他一看，他真的没有办法再呼吸了，他只好用很烂的英文跟那个美籍的主管说：“我可不可以请假？因为我生病了，我气喘。气喘的英文那个不要讲啊，不知道怎么讲，只能用笔的这样。这个美籍的官员透过翻译，只讲了一句话 ：“No。”这个安呢心里很诧异。不是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吗？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吗？工作了8个小时，一个人生命已经有危险，没有办法呼吸了，为什么我不能休息？他的预期是这样，实际上去到那里是这样，真是一个悲剧啊！悲剧怎么定义呢？我不知道你们对人生的预期是什么。你透过圣经当中，你有没有得到神给你这一生中的应许是什么？如果你觉得神给你的应许跟你实际上你现在所感受到的有一个差距，而且是小于应许很多，我想你现在可能感觉是悲剧。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也是这样。当他发现说，明明他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不是说他在他妈妈肚子，因为他是双胞胎，他在妈妈肚子里，他们就是抢棍，他妈妈就是痛苦到极点。为什么我的肚子里面常常在打架？因为这个老二叫雅各，他不想要当，不服输，于是他妈妈就求问上主，什么原因？上主跟他讲，在你肚腹中的这个双胞胎，这个要相争，他的弟弟这个要叫做雅各，他就是以后是要成为大的，那个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一个应许吧？我们不是说上帝的话都会应验吗？刚才那个安呢，他是从教会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他说：“上帝，你与我同在，那何以我去到阿拉斯加是不一样上帝吗？”他经历不到上帝，跟雅各一样。雅各出生以后，他妈妈告诉他，上帝有一个应许，说他将来要成为大的。可是从种种的迹象发现，除了他出生那一刻抓住他哥哥的脚跟，抓住这个他能够决定以后，长大以后他发现，离他上帝给他的应许好像越来越远，他的悲剧好像越来越大。他不免心中要想，是不是上帝需要我帮他做点什么，他的应许才会应验吗？好像是这样哦。他的妈妈也觉得是的，或许我应该要做一点什么。于是开始，他们慢慢的长大。这个雅各天生就喜欢在家，他的哥哥以扫天生就是很 man 的人，他喜欢到外面去打猎。他爸爸特别喜欢哥哥。在当时候的社会，在圣经那时候，希伯来人他们对儿子、长子的应许的祝福是非常大的。但是雅各他从跟他的妈妈一起在他肚子里面，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得到的应验就是说，小的要变成大的，所以主啊，你是不是要我做什么啊？来帮助你呀，来实践，来应验你的应许，是不是这样啊？于是越慢慢长大以后，
雅各想到上帝你给我智慧，我哥哥的弱点就是他很 man， 然后他就很想做什么就什么，所以有一天他就像商人一样，等到了一个好机会的时候，他的哥哥从外面打猎回来的时候，累到爆，又渴又饥又渴，闻到了在家很会烹调的弟弟，于是他抓到了机会，他就说：“你要吃吗？可以，只要你用你的长子的名分来跟我换一碗红色的汤，红汤，你要吗？”长子以扫，他觉得我现在就要死了，我还跟你管那么多？我管他什么长子的名分？现在雄厚啦，不是有人说当下是最重要吗？谁有办法管其他的？就当下吧。好，我用一碗红汤，轻忽了上帝给他当长子的名分，他就给他卖了，用一碗汤。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有没有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长老会很多人说我们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复兴的长子。长子们，我们有没有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还是我们把我们长子名分，因为目前的需要，因为没有办法再喘一口气，活不下去了，在当下最好把我们长子的名分卖了。我们的对岸这么强，我们的国家这么点点点，我们长子的名分，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听见了吗？我们有没有到神的面前寻求？我们在长子的名分的教会里面，我们听见神给我们的呼召吗？我们是不是要起来？不是卖了就可惜了。以扫他把他长子名分就卖了一个汤，为了当下的饱足。我们是不是常常也为了我们当下经济，股票能涨就好，其他的不管，这个时候我能活下去就好。我想这是值得我们一起来想。神的应许，我们需要虚心，我们需要再次到神的面前。更是这样子，我们在我们生活中，神的应许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但是不是要我们用诡计来得成这个赐福。雅各是这样子，雅各他用这样诡计，他觉得这些还不够，爸爸最后的临终的那个祝福，我一定要得到。用赚的不够，用抢的不够，这个时候他要用骗的。在他爸爸即将要过世的时候，他知道他最后这个要祝福的时候，雅各听到了，听到他爸爸跟他哥哥说：“你去打猎，煮一碗好喝的汤，我来祝福你。”雅各于是他抢了这个先机，假装他哥哥的样子，声音，因为他爸爸可能以现在的这个话语来讲，可能是白内障，可能看不清楚，但是他听那个声音，怎么也是装起来很像，但是他心里有怀疑，所以他谨慎的问说：“你的名叫什么？”这个时候雅各说：“我的名叫以扫。”欺骗，但是为了是要得着这个福气，这样子得着的福气带来的是什么？带来当然是祸患，因为他的哥哥回来以后，以扫回来以后不得了，什么？哥哥已经我的这个长子的名分，弟弟已经假装已经被抢走了，被弟弟抢走了，不得了！爸爸，你可不可以再给我祝福？在属灵的眼光没有办法，他已经祝福出去。这个哥哥心中非常的生气，一定的非常的愤怒，就找人说：“我告诉你，有一天我爸爸过世的那一天，不是买一户棺材，而买2户，另外1户要给谁装谁的。
我弟弟，你就知道他非常的生气。当他的爸爸妈妈一听到，哇，兄弟之间那个心多难过啊！亲爱的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当过父母，或者是你现在正在跟你的兄弟姐妹不和，你知道父母的心有多难过吗？雅各的父母，以扫父母，心中非常难过。怎么神你的应许说小的要服侍要大的要来服侍小的，怎么今天变成这样子？所以他们找了一个理由，赶快让小的雅各赶快逃命，说他要娶老婆，赶快让他逃命去。我想我们人生中，就是在这一个，当我们遇到环境中说 no 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面对自己。于是雅各他就开始逃命，逃到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他是喜欢在家的人，他又开始离开的家，只有一个人，平常还有妈妈，他不喜欢离开家的人，今天他要离开家。他离开家是因为他过去骗，他今天要独自一个人要面对，来到一个地方旷野，他在那边过夜，旷野没有什么可以保护他，他只能随手拿一个石头当枕头，甚至可能身边还有一个石头，他就在那边睡着了。在睡着当中，他其实人生一直很惊，但是人的睡觉的时候是能够把所有的防卫都放下来。你做的梦，你再也没有抵抗。在这个时候，他梦见一个梯子从上面上下，有上帝的使者上下，他又看见上帝在他旁边说：“我是上主你祖父亚伯拉罕的上帝和以撒的上帝，我要你现在躺的这块土地，要赐给你跟你的后代，东南西北你要扩张东南西北的领土，我要借着你和你的后代赐福给世界，到世界各国。主啊，我现在只有一个人，逃命啊！你居然给我这么大的应许，更重要的是这句呀。”亲爱大家，什么样的祝福？有大名大地，有大的国，都是算小的啦。真的，神最大的祝福在这里。接着他讲的说怎样？我要与你同在，不论你到哪里，纵使现在你一个人逃命，落荒而逃，我都要保护你，并且带领你再次回到这个土地。我绝对不会弃绝你，我一定会实现对你的应许或许诺。雅各得到这样应许，睡觉起来，上主确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亲爱的大家，或许你常常觉得你一个人孤单面对所有的一切，或许你觉得你一个人在旷野中，后有追兵，没有一个人跟你同在。但神的话又真又实，透过我们的属灵前辈雅各告诉我们，纵使你这么烂的人，他仍然要用他，神仍然要拯救他。我要与你同在，不论你在哪里，我绝对不离弃你，而且会实现神对我们的应许，都在这里。他要一一来应验。虽然我们可能不知道，就像雅各一觉醒来说：“我竟然不晓得，上主你在这里。”你竟然不晓得，没有关系，但神依然在。只是如果我们晓得，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会更有力气，我们会更有生活起来，会更有盼望，更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因为神与我同在。我想雅各他开始在前面的路，有了这个应许以后，他带着这个应许去到了人生也开始改变，去到了前方他舅舅在一个遇到他舅舅的一个地方。于是他在那边，虽然他舅舅开始骗他，他用7年的时间想要换取一个太太，
可是不是他理想中的，不是他原先预期的，跟现实差这么多，所以悲剧一个。但是我们遇到悲剧的时候，人都有两种，不是把预期怎样降低，如果我实际在这里，预期在这里，不是把我的应许这个预期降低，感觉我好像这个喜剧多一点，没有那么悲。或者另外一个方式，我把我实际的提高一点，跟我的预期同样高。看起来雅各他选择的是，他预期要娶的那个的太太，结果娶到的是他的姐姐。这个比跟预期不一样，于是他再努力一年，他希望这个现实实际可以跟他的预期一样高。他觉得人生这样子才是幸福，才是喜剧，不是悲剧。于是他努力了7年，才得到了他第二个他的太太拉结。他觉得人生开始有美满，他觉得喜剧，可是他什么都没有。于是他继续的跟上帝求，他跟上帝相遇，神与他同在以后，他开始知道他人生是要听。他觉得他想要离开他跟舅舅所建立的这个家园，他也用一些迷信的方式，神也与他同在，让他得着了2个这个妻子，还有得着他的所有的产业，要离开他这个舅舅的家，要回去，因为他觉得他欠了他哥哥一个道歉，因为神也应许他说要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可是现在眼前看着哥哥可能气还没有消，于是他开始就想，这个多久了？其实这个已经又过了20年。他想，他要回去他祖父的家，他抓住神的应许，说神要与他同去。雅各虽然听到神的这句话，他没有跟神讲话，但是他马上在那一天他就起身，把所有的人召集过来，跟他的小孩，跟他的所有的奴仆说：“走，我们去。”所以我们有时候回应神，只要说 yes， 虽然还不知道前面怎样，不知道20年了他的哥哥是不是还是很生气，但是他用行动说 yes， 我就起行。当然他在起行当中，他还是不忘神给他的这个能力跟特质，他就打发人去看看前面他哥哥到底是怎么样，他哥哥现在情况如何。果然他知己知彼，这个行动发现，派一个人去观察，哎呀，他哥哥有400个带兵器的人在等着他。他告诉他，想说主啊，上主啊，怎么办？于是他又呢，这个本性呢，抓的本性又来了，他就开始把他的风险来分散。于是他就开始把他的这个营分几梯次到前面，把他最不喜欢的人排在最前面。好，第2个，第3个，第4个，他把谁排在最后啊？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的他的本性，他的生命的情愫是慢慢。如果你的身边有一个人，或者是你自己，你觉得我怎么总是改不过来？我们看到雅各，他的改变，20年前神说与他同在，到20年后，他的本性仍然是会算计，仍然是会看看哪边有机会。这个没有不好，如果你是所做的，你的动机是顺服神，没有不好。但如果你的动机是自私自利，甚至最可怕的自义，只有我对，你们都不对，做礼拜就要怎么做，就是要讲什么语言，或者是程序就是要怎么样，或者是我的意见为对。我想神给我们有对未来计划这个能力是对的，但是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动机，看重的是我们有对准神，我们要顺服神还是顺服自己的意识。雅各现在显然看起来，虽然他20年有进步，但是他还有一段路要走，他还是自私，因为他把自己留在最后，因为他哥哥如果要打，前面还有4关，最后才是到。
虽然他会用人的方式，用礼物来给他哥哥，先让他软化。他甚至还会怎样？他甚至还会做最坏的打算，都做好了准备。这就是这个危机管理。最后一步，今天的经文讲说，雅各起来，带着2个妻子、2个妾，带11个儿子渡过雅伯河。雅伯河原文意思就是一个十字路口。这真是应验了神的心意。雅伯这个字根跟雅各字很像，就从现在开始，雅各要做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他一个人要面对，所以他的自私自利自义来到这里，剩一个人，神要来跟他面对面。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主动的来哦。这个人是谁？从后来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人是大有能力。这个人主动来，而且不是拿着刀远远的跟你打箭，用箭射你，不是，他用他的身体亲自跟你打肉搏战，跟你抱住。摔跤在原文意思就是跟你抱住，跟你较劲，跟你较力。当我们跟一个人抱着较劲较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能力，也会发现对方的能力。经文来到说，那个人他们2个一起搏斗到天快亮的时候，那个人看到自己胜不过，就在他的雅各的大腿捏了一下，打了一下，大腿就脱了臼。这个人会输吗？为什么经文说胜不过他？这个人看起来是神他自己，或者是他的使者。那他会输吗？神何以为了要跟我们搏斗，为了要我们真实感受到他的力量，在搏斗当中，在摔跤当中，神要让我们感受到跟他搏斗当中他的能力跟我们自己是有能力，这个能力是从神而来的。在摔跤跟神面对面的当中，雅各知道有一个人跟他同在，不是远远像空气同在了，而是这个人跟他贴近。当你感觉到你跟这世界上或苦难在搏斗，跟上帝在摔跤的时候，你会真实感受到你的动力来源。如果你有疑问，跟神传道要说，神很愿意你跟他一起来摔跤，在真理里面一起来摔跤，你会发现你的动力来源。你会发现跟你摔跤这一位，他愿意把自己降为跟你一样高，他其实是神哎，他吹一口气你就倒了。下一场雨，全部的房子石头都快要从山上几千重的都要倒了，何况是一个雅各，一个想要抓住人生的人，你跟我。神如果要跟我们，他不飞，但是他愿意跟我们一样高，跟我们一样大，跟我们亲身抱住我们，跟我们摔跤。他知道你要抵抗，他知道你要抓住，他知道你不顺服的心，他知道你心中的苦，他都知道。他也让你感觉是你赢哦。在经文讲，其实不是雅各赢啊，从哪里知道？不然他怎么能够捏他的脚啊？神有能力的捏了他的脚，他脚就脱臼了。那人说天快亮，放我走吧。雅各说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你走，因为我现在只有一个人，我很困难，我又现在不再强壮，我的脚已经不能走了，我一定要扒住你。亲爱的大家，你现在够困难吗？是不是已经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是不是所有的情势判断都不站在你这边？这个时候你需要是扒住神，让神带动你好吗？
让神带动你。你现在要说：主啊，我就是抓住你的应许，我抓住你的话，抓住你的真理，我愿意顺服你。神要带动你，不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只要说：主，我愿意顺服你。那人就说：好，你要什么顺服？你要怎样的祝福呢？那人这样讲了：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有听到你这样讲？他爸爸要过世前，要祝福他的时候，他假装以扫。他爸爸问他一样的这句话：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他假装他是谁？以扫。这个时候他说谁了？雅各。当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祝福就开始，真的不再假装是谁，不再跟住是谁。那人说：好，从此以后你不再叫雅各，不再是抓，靠着自己的能力抓，结果全部都空。想尽办法努力，口袋就是空，因为口袋一个大洞。说你不再叫抓，因为你跟上帝与人搏斗，你都赢了，不是真的赢，是你有想赢，你有想荣耀神的这个意愿。因此，你的名字不要改成是不再叫做雅各，要叫做以色列。雅各就问说：请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那人回答说：为什么问我的名字？原文说：啊，你敢不知我叫做什么名？何必问呢？在搏斗当中，你早就知道我是谁。是的，我们在跟神搏斗当中，我们在跟这世界搏斗中，我们心有一个很深的知道，我是跟谁在征战，神与我一起去战，谁与我赐给我力量的。于是雅各就说：我面对面见了神，仍然活着。看起来接下来的经文说他就跛了脚，掰咖。这是祝福吗？是的，他不再靠自己，他得到一个记号，一个爱的记号。从今以后提醒雅各人生后来还要遇到很多的事情，可是有一个记号来告诉他，他不再是原来的靠自己抓的人，乃是他依靠神，他依靠神，跟神同工，愿意顺服的这个人，他叫做以色列。所以我想，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再一次说，神要问你，你的名字是什么？我们是不是雅各呢？不，我们现在要开始叫以色列，就是我们呢要求神。以色列还有一个原文意思，就是上主你来管理，上主你来管理我的生命，上主你与我同在。虽然我跟你面对面，主你的恩典使我生命能够得到这个保全。是的，我们不只是上主，到了新约，耶稣他是我们应许中的应许。神不是只有与我们同在而已。我们常常抱小孩，我有一个好朋友，那时候他就是抱着他孩子，就他的朋友开车，我们要一起去探访，结果紧急刹车，我的另外一个朋友紧急刹车，他把他孩子坐在他旁边的，抱住孩子，与他孩子同在，因为他很爱他的孩子。一紧急刹车的时候，他孩子飞出去，从玻璃的正中央大门飞出去。我们做父母的很想与孩子同在，但是我们抱住孩子，反而想要保护他，结果他变成我们的安全带，这个孩子喷到外面去。这是人，我们没有办法保护，我们要保护。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孩子同在，我们只能说，我求上帝跟我的孩子连结，不仅仅同在，甚至神应允我们，我们若是常跟他连结，他就与我们连结，我们就在他的里面，就像葡萄树一样。这是耶稣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应许。我们已经来到新约，神不仅仅让你感觉与你同在了，他甚至在你的里面，你在他的里面，他带着你形塑你的个性。神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常跟我连接，我也要常跟他连接。你心中会有一种平安，纵使外界不平安，你有一种安定跟安稳。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说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神说他就像父亲要爱我们一样，我们只要被神爱够。或许我们的生命有许多坎坷，许多受伤，是人医生没有办法医的，是有很多的雅各，是家庭造成的，或别人错误造成的。我有一个个案，他小的时候跟他爸爸是国中的训导主任，管别人，掌控所有，所以他可以把他的孩子带在身边，说我可以永远保护他。在有一天吃火锅的时候，那个工读生把他点火，结果他引火太烫，他把那个打火机一甩在他旁边的女儿身上，他在这边脸都灼伤。现在他已经20几岁。我们做父母的没有办法跟孩子同在。现在我们有很多人要去读书，你的孩子可能要去当兵，或我们自己要去读书，明天开始大学都开学。你的父母可能没办法跟你同在，我们可能第一次要离家，我们的孩子可能第一次要离家去当兵。神与他同在，不仅仅这样，更是若是他能够跟神连结，透过每天的读经祷告，不停止聚会，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我们随时知道主你要我向左向右向前。纵使在困难中，神也要带领我们飞越那个困难，神要亲自背负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仰望他，听见神给我们说起来，我们就起来；神说坐下安息，我们就安息。有这一份的平安，这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人生，绝对是平安与喜乐。这是神的话，句句都会应验。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信实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每一句话带来是祝福，每一句话带来是你与我们同在。主，你要把我们保抱在你里面，你应许我们，我们藏在你里面，你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与你连结，主啊，我们就像栽在溪水旁的树，按时结果实。还不是结果实的时刻，我们也能够耐心等待，因为我们有一个稳定，有一个平安，知道主你掌管，主你知道我们，你来掌权。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应许，是因为十字架上的宝血，让我们可以得称你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给我们的主祷文，这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